早以前呢，指挥中心宣布的，今晡日有新增加的16个确诊病例，底度有14个是对境外驶落来的，另外还有2个是本土个案。估数也下全台湾的确诊病例来到为322个。同也2个本土个案当中呢，今日到亚博的盲室出国，其中有一个是72岁的男名人，佢是同其他嘅确诊者有接触。另外呢，有一个22岁嘅，佢系学生嘅。后生人，佢系同密切接触，就会被测到呢，验尸还会继续查。那今天我们有新增的16例确诊，好，那14例是境外移入，那2例是本土，按307，20多岁的男性按322，那近期均没有出国史。不过呢，其中按307乘以按122，好，那12是土耳其境外移入。好的人他是已经是确诊的聚餐，好，所以大概是由他来传。那在按322发病以前，学校及宿舍为主要的活动地，目前初步掌握接触者共13人，将持续调查是否有其他高风险的暴露史。那所以大概这2个一个是307，一个322我们的本土的案例。好，那307大概可以就是确定是跟境外移入者的有相关的接触而染病。那至于322，我们就持续调查中。亚博的大家警提醒3月份大家听出要保持一天的距离。今晡出来公布出也个详细的体验者睇方向，希望土肥铁天然蔬菜，户外3个距离呢，起码要有1公尺。室内就要起码有1.5公尺，限卡来床。係講呢，特殊嘅情形冇辦法太多，提醒大家要帶定作業咩。唔過呢，係講要食飯冇辦法同作業咩拿下來。指揮官陳時中提醒講，就做嚟用一個表誒，同2-3人隔開來。有關於就是在公共空間我們所謂的一個社交距離那我們今天先跟大家宣布我們的一個基本的原則。基本的原則，我們在等於是有非特定人的一個公共空間裡面，我們希望保持在室外至少是要在室外至少要1公尺，在室內至少要1.5公尺。那如果有些區域比較特別的沒有辦法維持這樣的距離，那就請一定要戴口罩。那當然如果沒有辦法保持這距離，吃飯也沒有辦法戴口罩。好，那就要用相關的隔屏把它隔開來。這是中美提醒因為接下來再個建議咧，就係搶命連續療愈咧，要當也好了。當到鄉親朋友可能會開始找好朋友大家愛始終以來，還看呢亞博嘅研究冇看到嘅。這是中基礎提醒講，喺講頭連假期間，大家愛始終以來，聽出愛保持一天嘅社交距離。另外提醒大家，喺講要愛坐高鐵、台鐵、火車也有其他交通工具，同一種非人從所謂素菜呢，聽出愛帶定做嘢咩，保持自家嘅身體空間。下晝2點行個早晨呢看報紙嘅時間，歡迎鄉親朋友聽到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疫情嘅最新動態。